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9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3篇21到28节，箴言第29章第1到27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25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找到救恩。牧师曾经遇到这一类型的基督徒，就是说他们非常热心于传福音的事情上面，他们只要遇到人就会非常热心的传得救的福音，他们也会热心的去跟未信的人讲话邀请他们读圣经，邀请他们信耶稣，并且说这样子才能够得救都是对的哈。另外呢，也曾经遇过一些非常热心到医院探访的基督徒，他们非常喜欢到那个病房去为人祷告，特别是重症的病房，但却常常听他们这样说：你们要有信心哦，你只要有信心祷告就能够得救哦，只要有信心的祷告就一定会好哦。基本上牧师非常钦佩前面所说的这两种基督徒的热心，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这样的说法其实有他们的问题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医院里面被祷告的人、被鼓励的人，那没有痊愈呢？如果他没有出院呢？那是谁的问题？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吗？还是祷告没有用呢？就不能得救了呢？然后在前面说到那一类型的基督徒在传福音上面，如果没有成功，就是说对方没有回应或是拒绝的时候，他们会补上一句话：不信的人会下地狱哦。这真是人们寻找的得救福音吗？牧师认为，基督徒给人祝福都来不及了，怎么还可以说这样子咒诅的话呢？当然，我们知道不认识基督、不接受救恩，的确是很难得救的。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得救与否并不是我们说了算，而是这个是上帝的权柄。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只能够非常努力的追求救恩，也努力的分享救恩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要给所有人的，因为圣经这样说：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而是宽容你们。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是记载在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的经文，又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、17节的地方这样说道：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是不是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呢？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不相信上帝、不愿意接受基督的人们呢？如果上帝说要人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人沉沦的话，没有错啦，这让每一个人都得救是上帝最终的目标。他预定是要人人得救，但是就如同以色列人，他们虽然是选民，但是他却时常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去敬拜其他的偶像。
他们无法得救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，就像彼得的信仰告白一样。同样的，这个世界上仍有很多不愿意接受，虽然他们曾经听过救恩，他们却不愿意单纯的接受。或许说他们的心理顽固，心理非常强硬，如同箴言29章第1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越受责罚而越顽固的人会突然败亡，无可挽救。一个人是有智慧或是他是愚蠢的，会影响他得救与否。因为智者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，看见主的同在，领受主的救恩。而拒绝的人只是看到了基督却不理，听见了真理却不采，知道救恩但是不来。这样的人是愚蠢的，不够聪明，不够有智慧。箴言提到了许多智慧者与愚蠢者之间的差别，在今天的箴言里面讲的非常多。牧师鼓励大家自己再仔细的研读，好好的反省。我引用今天的经文最后3节，他说怕人批评的陷入危险，因为怕人批评的，其实他的主要目标就是看在人的身上。说信告上主的必得安宁。这2句话是对比啊，你的焦点放在上帝，你就得安宁；怕人批评而陷入危险，你不得安宁啊。所以人人想求君主的恩宠，只有上主能够伸张正义。一人厌倦不义的人，二人憎恨正直的人。如同约翰福音3章的经文所述，上帝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，就是要将救恩赐给大家。可惜的是，连上帝的选民都选择生气，坚持拒绝，甚至他们就说他不是基督，并且将耶稣基督捕捉送审，将他送上十字架去钉死。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，按照耶稣的说法，这些选民是不认识上帝，也就是因为不认识上帝，所以不认识上帝所差遣的基督而加害他人。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要寻找我，却找不着，因为我要去的地方，你们不能去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跟前面是不是也相违背呢？我们刚刚说到，上帝不愿意一人沉沦，要人人得救，可是现在却说不要人家去，又找不到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要使人相信得救吗？为什么又让人家找不到呢？无法进入呢？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了解了就是说，如从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、第7节的经文说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”耶稣明白的说到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。如果要进去找得到，能够进去那个地方，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。没有借着他，就无法到差遣他的父那里去。没有认识耶稣，就无法认识救恩的来源上帝。透过看见耶稣，就看见上帝。这个是在信仰上面的原则透过接受基督，就能够找到上帝所赐的救恩。若是拒绝耶稣基督，就不能被称为基督徒，因为他们就是拒绝了救恩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思考反省我们的信仰。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主的救恩？我们或许已经信主很久的时间了。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有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否认了基督，
是跟上帝的关系不好呢，还是跟人的关系？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找到耶稣基督的道路，跟我们的生命如何表现是有关系的？我们是否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面？我们跟人的关系，跟人的相处，这一条路其实才是达到上帝、得到救恩唯一的一条路。求主帮助我们。